是请咱大家安静心来甲主三个人，求神是现在就运行伫遮，甲阮同在。恳求神是现在就甲阮同在，运行伫遮，咱安静心来听候主。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伫咧过去即礼拜，无论是顺境也是逆境，你拢用主爱保守阮，看顾阮，无放撒阮每任何一个人。即时阵，阮将心来拍开，来到主耶稣受咱的十字架前，求主赏赐阮安静的心。除去阮心内地道的事，求主即时就甲阮同在，愿信心运行伫中间，愿阮的敬拜、懊恼，成做你所欢喜的罪，也愿阮的心，搁再一摆受主你的疼来激励，愿安尼同心合一，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主啊，我们轻轻听，我们爱耳康来听你的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爱耳康听主声音。轻轻听。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无遮，聆听我的声。伊是大无遮，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是命的主宰，我的无遮，聆听我的声。约翰一书1章9节安尼讲：咱若认家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咱的罪，洗净咱一切不义。现在，咱为着家己的罪。为着咱所徛起的这块土地所犯的罪，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愿是无教导所在，主啊，愿即时伫遮献上咱的罪，愿恳求你来保护来洗清，主啊，感谢你，主啊，愿心灵愿有无教导的所在，有时阮的心思意念。无下你的旨意，有时阮的话语伤害了别人，有时阮软弱，无照你的话来行。求你怜悯阮，用耶稣保护的宝，耶稣基督的保护，搁再一解洁净阮的心灵。感谢你应允，因为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求你洗清阮一切不义，互阮伫你面前重新得到正直的灵。求信心。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开阮的心，互阮听见你的话语；开阮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的旨意。愿今仔日的礼拜，成做阮生命的开力，伫世间会当做光做盐，显出你的荣光。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接下来，咱做伙为着几项代志，咱来献上祈祷。第一，咱为着国家、社会、世界局势和平来守望，咱来祈祷。现在社会的混乱，世界和平，互咱人心有不安，咱来压头祈祷，求主来怜悯，求主来翻转，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你，你是掌管万民的主，万国万民拢伫你手中。主啊，愿将所听人的
伫你的手内，恳求你保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掌管万民的主，万国万民拢伫你的手中。主啊，愿将阮所听的台湾交托伫你手里，恳求你保守阮的国家，求你赐智慧，互指正掌管的所有的领袖，止煞一切的对立甲冲突。求主伊伫社会混乱，反转人甲人的关系，带来公义甲和睦，互台湾这块土地会当行伫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是世界和平的使者，求你赐予这个世界和平，互阮的会当活伫真正平安内面。求各地所有的战争会当快快平煞，恢复一直所有的一切。检查阮看起来啥拢无法度做，毋过伫你无有难成的事。求你怜悯这个这个世界，求你怜悯阮。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第二祈祷，咱为着教会事工甲国度福音来祈祷，为着福音伫台湾会当继续跟团，百姓心灵会当平安，灵魂会当得救。嘛为着今年度教会事工筹备顺利，逐项的研讨会实行的推动的成长，拢会当有主来带领。我嘛为着教会所有的服侍团队，同工拢会当得到主满满的恩典，服侍会当有对主遐来开力，同心合意。咱做伙阿头开声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感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守赐阮平安，互阮伫这块土地通来敬拜你，见证你的荣光。主啊，愿要将台湾这块土地交伫你的手中。主啊，我嘛为着家己，甲阮的教会的兄弟姊妹，愿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感谢你，主啊，我要将台湾交托伫你，互阮求你开路，互福音伫台湾每一个角落拢会当继续广传。求你怜悯这块土地正百姓，伫不安的世代中，享受万民拢有真正的平安。信心感动正百姓的灵魂，拢会当归于你，得到永远的救恩。我嘛为着今年度的教会逐项事工筹备来祈祷，无论是研讨会还是计划中的推动的事工，拢会当有你带领阮。求你赏赐阮智慧甲眼光，互逐项的圣工拢会当顺利进行。求你带领阮不断成长，互教会成做社区的顶台，互教会更会当照遍伫所有的所在。主啊，我嘛特别为着教会所有来你求讨，求你赏赐阮有满满的恩典，互大家时时拢会当成做你合用的器皿。愿特别将教会所有的服侍团队甲同工交托伫你手中，你好调因，好调阮，伫你的圣殿中共同来服侍，恳求你将属灵的恩赐，服侍智慧甲能力，赏赐互因，嘛伫因服侍的过程中，互因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快乐。愿安尼诚心来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三，咱为着家己甲教会的兄弟姊妹祈祷，咱为着家己的家庭、人命成长、人际关系、咱的工作、财务的经济，咱献上祈祷。嘛为着教会身体病痛、心灵软弱、
哀伤的兄弟姊妹，咱出声来祈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哈利路亚！在你身边小路的这些主，恳求你的帮助，亲爱的天父上帝，今仔日我们要从这起各家教会兄弟姊妹全面交托伫手里。主啊，你是阮的牧者，你知影阮心内软弱甲需要，恳求你保守阮的心，互阮免受对敌攻击，互阮伫你内面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求你帮助阮甲家人的关系，甲厝内底的关系，会当互我彼此相听，互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心灵拢得到你的医治甲安慰。主啊，阮嘛要甲阮所有的人的家庭的厝内面的人来祈祷，无论是工课，是职场中，还是学校的生活，阮拢恳求你来赐予阮智慧甲稳定，赏赐予阮，互阮伫个同学、同事中间拢有美好的关系，会当活出基督的见证。天父，我嘛将兄弟姊妹经济完全交托伫手中，求你供应一切所需要，解决财务困境的，互经历你的丰盛，是互阮会当经历你丰盛上帝，互阮会当经历你满满丰盛。求求你看顾阮的心健康，伊伫身体病的，保守阮甲每一个人的身体会当健壮。主啊，阮要用阮的性命依靠你，我嘛恳求你来看顾阮有失去亲人的。主啊，阮恳求你，会当抱着因，刺激因的目屎，成做因的力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最后，咱为着今日2场礼拜定数，新学生有真正兄弟会见证分享，咱献上祈祷，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主。主啊，阮特别为着新学生有真正兄弟，伫个今仔日2场的见证分享，献上祈祷，求你用你的灵充满伊，赐伊智慧甲能力，讲出合你心意的话，成做正人的帮赞甲造就。主啊，嘛求你开阮的耳孔甲心门，互阮听的会受感动，性命得到人生改变，愿意照你的话去行。求主保守2场礼拜一定是顺利，无论是诗歌、祈祷、信息，拢有你的同在甲带领，互一切荣耀拢归乎你。我安尼恳求，同心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听你的声。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爱你，讲听出声音。轻轻听，你得轻轻听，我的牧者，你把我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
主啊，你是阮的牧者，我们大声来学罗你，只是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去你来学罗咱的上帝。你是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守望，你是主，上代就好。你是红心的哦，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守望，你是主，上代就好。你是红心的哦，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是我的牧者，引带我，耶稣我滚落，我何乐你？你是创造主，你是那拯救，你叫守我，你是主，上代就好。你是红心的哦，你是我的牧者，引带我。大声来欢喜的唱歌，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地上学了尊崇他滚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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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看见学了你是主，无在现在的到永远。
咱着这些好路尊重大本路，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这些好路尊重大本路，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这些好路尊重大本路，来到社区，来到社区，咱着这些好路尊重大本路，只有伊看见好路的意思处，都在现在的老员外，咱民着跪拜，咱人拢着生命，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只有伊看见好路的意思处，都在现在的老员外，万民着跪拜，咱人拢着生命，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伊是主耶稣基督。这是咱来用心四首，心经诗255首，我主上帝。我主上帝，我若是你那模样，你的心手所做一切工程，看你是心，都对人想，有着像我，你的庙的工程，我心所想，我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我的伟大，我心所想，我路上的生命，你的伟大，何等伟大，真多了解，上帝无少情听，车来世间，为人类献生命。地是决定，但愿回想咱罪过，老会参视，了人的你眼望。我心所想，我路上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所想，
万物的主宰，我的上帝，我要出声阿乐你的大圣名，因为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阮看见星辰，听见雷的声，拢是你奇妙的工程。主啊，当阮看见这个自然的奥妙，阮常时也明白上帝你奇妙的业力甲创造。所以当阮降服伫你面前，伫主面前恭敬敬拜，伫主面前领受你的教示，伫主面前看见你的荣耀，阮就通知，阮是受祝福的百姓，因为阮伫你的创造内，行伫你的道路，就是领受一切你创造的奥妙甲祝福的方式。所以，阮伫遮自执敬拜，同心合乐，用祈祷将阮的需要甲欠缺摆咧伫你面前。愿你的荣耀光照伫阮正大家，愿阮的敬拜得到主你的接纳。愿这个礼拜是荣耀主的礼拜，是主欢喜的礼拜。愿上帝平安、快乐、信心甲启示，也临到伫阮众人的中间。我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同心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了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启用，即时请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59篇，是罗马书第10章，由我来启，会众来引。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会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救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尼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毋过我要问。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活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历代掌权的君王。你的慈爱续到永远。伫这个圣的主日，愿同心自执伫你的面前，用心神诚实来敬拜你。愿一切荣光拢归伫你。当这个时，愿来到伫你的面前，伫这大灾节期中谦卑认罪。愿时常以自我做中心，无照你的旨意来行。伫无用中忽略你的声，伫顺境中骄傲。伫困境中埋怨，阮的心思言行常常亏欠你的荣耀。当阮思想主耶稣为阮受苦，行十字架的道路，阮看见家己的软弱甲欠缺，
求你怜悯赦免阮，用宝血洗净阮，互阮有清气的心、正直的灵，定心归向你，学习活出为主牺牲甲疼的生命。亲爱主，当阮要进入受难周，求你互阮毋但为着家己悔改，也为这个充满罪恶甲冲突的世界来祈祷。求你施阮怜悯，哪早战争受困甲报复的循环。因为主，你的十字架是带来和平的记号。求你赐智慧伫列国的领袖，行公义、好怜悯，超找和睦的道路，免致百姓来受苦。愿你的平安临到万国，互世界通得到真正的安稳。听阮祈祷的主，阮也要为着神学教育来向你祈祷。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奉献主日，恳求主祝福神学院的事工，无论是伫教职当中，学生董事会，拢有对你来的智慧甲力量。也恳求主兴起有呼召、有使命的工人来接受装备，牧养羊群，传扬福音。主啊，我嘛要满心感谢你，伫富强教会迎旨说到50许年的时刻，愿所算你的恩典实在是福杯满满。你兴起一代又一代忠心的牧者甲同工，建立教会，牧养羊群。愿恳求主继续带领富强教会向前行。阮毋但感恩过去，也要忠心伫眼前的每一日，勇敢面对未来。愿教会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成做福音的平台，将你的疼甲救恩传予更较侪人，通来认捌你。这时恳求主的神临在，安静阮的心，开阮的耳。互阮会当专心来听你的话，愿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光，脚前的灯，引带阮每一日的脚步，将今早起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愿你接纳阮的祈祷甲服侍，当心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三甲来强守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1节，哥林多前书1章26到31节，这是使徒保罗写予哥林多教会的批信。兄弟姊妹，着会记得上帝呼召恁的时，照人的标准，恁中间无偌侪人有智慧。无偌侪人有能力，无偌侪人属上流阶级。上帝故意用世间人看做戆的代志，来互巧的人见笑；上帝用世间人看做弱的代志，来互强的人见笑；上帝用逼真的世间人所藐视的、看唔上捌的代志，来破坏人所看重的。对安尼，世间就无人会当伫上帝的面前夸口。毋过，上帝互恁甲基督耶稣结连，互基督成做咱对上帝来的智慧，就是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同时，成做上帝圣洁的子民，搁得到自由。照圣经所记载，要夸口的人，就夸口主。圣经读到这，愿主祝福听叹伊的话人，赞美请圣歌队所要献的诗歌入我心。吟诗后，咱的新学生吴敬景真真代表新学院来请安。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见证分享，呼召三部曲，
请咱恭敬来领受。哈利路亚，感谢主，多谢圣华队美好的服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真欢喜，咱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奉献主日哈。咱逐年呢拢非常的这个支持啦哈。咱偏偏伫台南哈，台南新学院的主日通过请安报告分享咱会当为着这间学院的经营所有的事工的造就来做奉献吼。我想着讲50年前50吼，甲咱教会讲的50同款。50年前有一位新学生，在我迄年毕业，正式受派来开拓这间富强教会，就是咱的头一任的牧者王忠信牧师。时间咧过又够紧，50今仔日呢，嘛共款有一位新学生，来咱的教会要来讲道。今年嘛已经要受派，
去做传道，所以前后差50年。这位新学生，咱教会家己的青年吴静静新学生，咱对几啊年前伊伫咱教会开始参加聚会，咱看见伊的改变对伫一位未信者受洗开始追求信仰，然后受感动决志，要来专职服侍，做上帝的奴仆。伫3年前就进入到新人院来做修，所以今仔日呢，咱的新学生正正伊有2、3种身份，一种是讲代表新人院来甲咱请安，第二是伫咱中间来见证伊安怎伫咱的福祥教会得到造就成长，决志要服侍上帝。第三也要分享伊若过来要受派正式进入服侍的职场。毋知上帝要差派去倒位，总是伊安怎准备好这个心志要服侍主。咱新人院每年拢有无共款的学生，咱现在咱福祥教会有2位新学生，就是准备要做牧者，一位就是咱的静静，一位就是咱的静怡小组长。咱感谢主，咱有份就对啦，咱的教会有份差派造就青年，真做上帝的工人。有的是专职的。有的是伫职场的，有的是伫家己的生活中在做见证，拢非常重要。但是服侍主一世人决心服侍主，这心志是更较重要，是伊必须爱足慎重来思考，慎重来回应呼召。所以即阵咱的正正先生新学生要用主的话来勉励咱来做见证，咱个拍拍欢迎伊来。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我代表台南新学院的全体师生来感谢这一年来为着台南新学院的支持、代祷、甲奉献，互新学院会当过来培养传道人，来为着教会、为着社会来服侍。互耶稣基督的福音会当来继续落去。这时，我想要请大家来看一段影片，来互大家来更加了解台南新学院。亲爱的兄弟，真欢喜伫遮甲大家分享男性的生活。今年咱有差不多9成左右的新生来注册，愿上帝保守因的学习，伫这个世代当中成做好的模样。另外，学校伫教育部立案了后，头一摆接受校务评鉴的过程，通过差不多2年的准备，现在已经顺利来通过。像是经历3年整修的礼拜堂甲教室，已经开始使用，互环境愈来愈舒适。暑假期间，经历着风台，互南部受重伤，学校真侪树拢板板起来。教职员甲学生做伙出力，互学校真紧地恢复事事，也真安全。咱伫风雨当中得到上帝的保守，也祈求上帝保守人民灾区的百姓。新的一冬，咱该继续打拼，互男神较好。也请大家伫祈祷当中纪念过。男神是一个天的团体，伫教会音乐会内面，阮拢做伙生活，做伙研究。特别是阮每一天有早祷，搁拜3个大礼拜，透过即个团体服侍、司琴、合唱指挥、圣诗学等等的教导中，互因亲像伫教会内面有真好的学习。伫即个教会音乐会内面，阮老师无论专任还是兼任，大家伫合适
作用顶头，拢有真好的团队服侍。所有的老师，无论伫课业还是生活，包括嘛做伙出去听音乐会，互相来学习。我相信听上帝的人，伊嘛真爱听教会音乐，有兴趣的人，阮欢迎恁来加入阮即个团体，无论伫敬拜赞美的议题顶头，还是顶顶教会音乐的问题，阮甲恁做伙来学习。男性的社会工作，阮的特色是注重伫生活的实践，特别除了伫遮会当学习到社工的专业以外，嘛会当学习到要怎将遮的专业应用伫教会的事工，甚至是甲社区的合作这方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男性的社工，佫会当学习到生活有关的知识。所以你会当伫遮受到社工的专业，嘛会当用你家己的意愿去修更较侪有关生活的专业。伫阮的学生的中间，阮有退休的学生，比如讲60几岁来遮读，嘛有拄啊对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学生甲学生的关系，以及学生甲老师的关系，拢是非常的和谐。邀请大家对于宗教社会工作有兴趣的，来甲阮做伙学习，来成做男性的一份子。台南新南医是一间在地个普世、充满人情味的学校。阮有真多元个专业的信仰的课程，毋若敢若传承对西方宣教师的精神，更将会牧师处境化多正肉体做神学的方法，会当满足各种无论是伫学术还是信仰追求顶面的即个需要，嘛为着咱地方的教会培育未来牧养上帝忧群的即个牧者。伫台南新南医内底，阮是一群彼此关心的朋友，嘛是互相学习的即个同伴，也是伫上帝厅内底的主内兄弟姊妹。欢迎来甲阮做伙学习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多谢大家对台南新南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过去这个日子，无论伫经济、人事、营运，以及招生的部分，有拄到足侪的挑战。总是感谢上帝带领，有缘拢会安然经过。伫新南医既然奉献主日的时，我有缘代表全体教职员生，甲咱请安，嘛，搁一摆呼吁，这是上帝名设立的学校，望咱继续关心，继续带导。继续奉献，用所差的标来跑走，甲台南新南医做伙来行这条神学教育的路，也伫这个所在呼吁推荐优秀愿意献身这个兄弟来读新南医，来传承这个信仰，宣扬这个福音。多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关心台南新学院。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圣殿中来做伙敬拜，学乐你。感谢你，互信心时刻伫阮的心中，求你赐互阮智慧甲能力来领受你的话，明白你的真理。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今日我徛伫遮，伫个台顶，甲大家分享，真正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我认为这就是心力。心力无一定是超自然的代志，心力其实就是神伫咱的心中、咱的生活中来工作的痕迹。因为富阳教会是我合适基督信仰、操练服侍以及领受呼召上重要的所在。我将这个经验连接起来，渐渐我看见上帝呼召我，
前往的方向，以及上帝是安怎伫即条路，互我的帮助甲引带。所以，我要开始分享家己过去的见证。阮兜以前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所以时常要拜拜、要烧金纸。虽然对我细汉到大汉的生活，拢是伫传统的信仰中间，但是我只是将这看做是生活中普通的活动尔，并无对我有任何的改变。直到我的小弟，伊经历着上帝的帮助，成做阮兜头一个洗礼的基督徒，也拍开阮兜转变信仰耶稣基督的机会。当时，小弟是伫台北食头路，有时伊出差倒来台南，伊就会趁机会传福音，互阮。有一摆，伊讲，上大的友好就是带父母去信耶稣。阮爸爸妈妈除了内心非常感动以外，嘛对小弟的性格甲行为发出基督信仰的改变的力量。过无偌久，因就洗礼成做基督徒啊，而且将原本的佛堂改造是基督寺。因安尼的生活、生命的转变，看起来甲我无啥物关系啊。因为过来几年我拢无洗礼，但是福音的种子却已经埋葬伫我的心中。这一切拢是上帝的安排，因为伊已经为我安排将来要面对的困境，安尼才会当完全改变我的生命甲信仰，因带我会当搁较侪领受伊的呼召。呼召的第一部曲，可能是伪装的祝福。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有将即个代志讲恁听，是要互恁伫我的内面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毋过着勇敢，我已经较赢世间。过去我的人生大部分拢是伫离开故乡来生活，而且哪来哪远。大学是伫台中，出社会工作是伫台北，然后搁到中国去发展。但是伫遐的最后几年来创业的过程，是我人生上黑暗的时刻。我互人反背，公司欠钱，女朋友嘛无爱我，非常的惨。过来，2019年的疫情是上大的打击，我所有的努力拢去了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无法度继续住伫遐，所以先转来台湾，甲小弟做伙住伫台北，而且帮助伊也因为疫情影响的餐厅。当然，这是上帝的安排。甲小弟伫台北的生活，伊带我去教会。认识有侪的属灵的朋友，甲有充满忝心的牧者。这段时间的牧养，互我的埋葬伫内心迄个福音的种子，渐渐的生长。
有一天礼拜了后，无只问我有想要伫后礼拜来洗礼吗？当时我毋知影要安怎回答伊，因为我阁毋知影我家己有准备好啊未。即份丢丢甲怀疑的心情一直伫我的心内，甚至我阁想向上帝来祈求印证。即个印证是试看卖要采管，想咧着奖的话就洗礼，啊若无咧就莫洗礼吧。当然，我最后无真正安尼祈求啦，因为有一个声音甲我提醒，我无应该安尼来试探上帝。结果就是我到洗礼迄天的透早，阁无坚定我的信心的作为。安尼安怎办？也无法度啊，透早安尼要去教会安尼。那只好先出门，伫路边来等客停车去教会啦。这时我发现一件严重的代志，迄时是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时阵。我想要请问大家，当时什么物件上重要？是，我有听到答案，水翁。我袂记你滴水翁，无滴水翁是无法度出门的。但是计程车已经伫路边啊，伊已经准备互我上车，所以我只好坐入去。一般迄阮将会安怎赶你出去吧？想袂到阮将无赶我出去，颠倒伊送我水翁。爱知影当时的水翁是想买阁买袂到的，是非常珍贵的物件。这时我的心内非常感动，我忽然间明白，连阮将拢愿意将即个奉献伊非常珍贵的物件，互我，安尼，咱的上帝点袂将伊上好的恩典赐互我吗？就安尼，迄天的洗礼，我就要阁丢啊，正式洗礼，成做基督徒。所来，我继续伫台北参与教会的活动，到当年的9月底。这段时间的属灵的经验，会当结论是上帝对我呼召的第一部曲。第二部曲有信心的感动，嘛有属灵的真正。上帝对我呼召的第二部曲，正是伫2022年开始。但是，我受到信心的提醒，要互我家己有搁较侪的改变。所以，我透过信仰个别，甲你富强教会这个大家庭，然后主动报名咱的门徒训练课程，来学习信仰的真理。伫个课程中，我得到上互我感动的根据。我已经甲基督同等十字架，即马伫活的毋是我，是基督伫我的内面伫活。这段的根据已经成做我的座右铭啊。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要安怎回应这份感动。当时门徒训练的课程，我有一个同学，伊的名叫志平，伊已经是咱的执事啊，执事啊。
歹势。另外，我嘛开始卫生伫教会的小组甲服侍，实践人甲人之间的沟通。所来除了固定伫教会活动以外，我嘛受到信心的感动甲鼓励去参加特会。我体验到人生头一摆，因为诗歌的安慰甲感动来流目屎。同时，嘛因为伫中间为着台南来祈祷的时，我想起我长期伫外口流浪，但是最后转来到接我的故乡台南。这亲像是圣经浪子回头的故事，迄个感动共款。感动中，我听到一个声音甲我讲：“你要伫遮，你要伫台南做一件代志。”虽然我阁毋知是要做啥物。以上遐尼丰富的生活，当我哪追求哪有属灵的进展。同时，我对未来产生怀疑，因为对转来台湾以后，我就无头路啊。过去创业的失败，互我毋知影家己要做啥物。经过几个月思考、精进、甲祈祷，突然有一天，我得到对天顶来的灵感，就是世间所有的公司，拢有可能倒去，只有上帝的国度永远伫咧。既然安尼的话，为虾米无要去应征天国企业公司呢？就安尼，我就将即句话甲拄仔座右铭，一记伫台南做一件代志连接起来。这就是上帝呼召我去读台南神学院的过程的感动。趁即份感动搁烧烫烫的时，我伫网络顶查报名神学院的资料，忽然间发现需要伫当年的6月底以前来报备小会，但是迄时已经是6月初啊，所以我赶紧找学务师来处理。后来我想起来，若是即份感动慢一礼拜的话，我就无法度伫当年报名神学院。讲起来，咱的上帝真正是搁精搁活的神。当伊要引带咱的时，当伊要使用咱的时，真正是挡嘛挡袂牢。一切拢伫上帝的计划甲伊的掌握中间。第三部曲就是神学院。我伫即段时间感受到侪领受，呼召的过程犹原继续落去。我决心回应上帝互我的意向。他神学院就是上帝对我呼召的第三部曲。讲是安尼讲啦，但是敢讲袂怀疑是家己的想法吗？当然嘛有。要安怎？要安怎办？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恁所拄着的考验，拢是人会拄着的。上帝是信实的，伊袂互恁拄着担当袂起的考验。恁拄着的考验时，伊会甲恁开一条路、出路，互恁忍受会着。上帝是信实的，伊毋若是互我开一条出路尔，伊甚至互我3摆回应献身的领袖。头一摆是伫伊伫基督之日，
当时我心内怀疑即份新下院的呼召，就行到台前来啊！伫遮，我当时徛伫遮。魏鹏长老，伊画手伫我的身躯来祈祷。当时我的心内感觉到一种温暖出来，我开始流目屎啊！而且听到有信心甲我讲，莫怀疑，紧去，这条道路是我为你安排的。第二摆是伫赞美之泉的音乐会，当时尤志廷牧师邀请愿意委身真做传道人的人到舞台的头前。当时我感受到一种催逼的力量，我开始向前行，行到舞台头前，而且佫听到有信心对我讲：“去啊，徛伫台仔顶，台仔前来坚定我的呼召，甲旨意。”第三摆是伫咱瑞平牧师伊的红木感恩礼拜。当伊穿起无须袍的时，我听到信心甲我讲：未来你嘛要徛伫遐，领受我的呼召，一生为我所用，我必定甲你同行。这三摆的领受，一摆比一摆较强，也互我的信心一摆比一摆搁较坚定。真正是感谢主，阿罗主，哈利路亚！所以来，我要分享，还未伫新下院读册以前，伫富强教会的服侍甲学习，我头一遍来敬拜领唱，是伫祈祷会，迄时非常的紧张。第一摆伫主日敬拜的领唱，就是伫咱富强教会的46周年。迄时我相当敬佩的是头前的主任彭军，大家有看到伊挺一个大巴肚，游完尽心尽力咧服侍。迄内面的小朋友就是恩谦啦。过来，我有参与伫提摩太牧区，咱有伫公园，有伫海边，有伫山顶，阁有伫教会来聚会。我伫遐来学习，要安怎甲即个青少年来做伙，来甲伊培养感情。才有提摩太青少年无？你不是准备要领奖学金了吗？过来，我有参与伫圣歌队中间，互我学习到合唱的能力，而且我有确信，咱的圣歌队绝对是全长老教会上厉害的。大家讲对不对？这是圣诞主日礼拜，迄天透早加暗时有够忝。甲来有啦，我有担任一段时间的小组长啦，来体会小组长的劳苦担当。我相信在座有足侪小组长嘛有即个感觉吼。过来，我有开始
合适担任这个敬拜主任，这真正是互我伫未来伫教会的实习，以及伫学校有真大的帮助。过来，这是3年前诶耶稣受难礼拜，这件代志绝对是我袂记哩的经验，因为我互邀请来演耶稣。拄啊好，即时离耶稣受难日无偌久，我想请大家来做伙看一段当年的画面。实际上，派即个实例架根本毋免演，因为即个实例架真正是非常的重啊。所以伫地上咧爬，也是跋倒，迄是真的，迄毋是演的，是原本的模样。嘛，因为我演即个耶稣钉实例架，所以甲基督当顶实例架，即句话，毋那是一种文字的描述，反倒是有实际的体验啦。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拍即个实例架是看卖，安尼才会当体会耶稣为咱拍的即个担当有偌重。耶稣互咱的疼有偌深。过来，我无参加夏令营的经验，这是头一摆。我担任这个辅导的老师，来学习陪伴这小朋友。其实，阁有足侪怀念的回忆甲学习。这拢成做我伫学校以及伫教会实施上重要的基础。感谢主，互我伫神学院最后的一年，会当转来富乡教会来实习。更加感恩的是参与着富乡教会50年这个重要的时刻，互我搁一摆来感谢大家甲富乡教会。伫富乡教会，我学习到对家己有搁较侪反省、甲认捌，承认家己是软弱甲不足的。我要诚做上帝亲自塑造的器具，互神来引带真正的目标甲方向，完成伊要成就的使命。我仰望家己会当保持坚定、顺服的心来面对逐项的挑战。这个挑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拢知影这必定是一种祝福，是上帝互我合适的养分，是准备我将来要为伊做更较大的代志。最后，我要用台南新学院的校训，这是咱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头前有段话，
有一段圣经来诚做今日分享的结论，这是文言文啊。非你选我，乃我选你，命你结识，而是行在，托我名求爸，可处你。这是约翰福音19章16节，白话就是：毋是恁拣选我，是我拣选恁，搁恁恁，互恁去结果子，互恁的果子会当永远保存。安尼，恁奉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会互恁。愿即句金句常常提醒阮家己，嘛勉励大家。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生活中的每时，拢有你的同在。因为你就是道路、真理、活命。感谢你赐予阮智慧甲能力，互阮会当勇敢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帮助搁较侪人。亲爱的主啊，恳求你，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亲就你的旨意，领受你荣耀的呼召。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就多谢正正用伊的见证，甲咱大家分享，咱甲鼓励拍拍一下好无？多谢。伫即个新人医的主任吼，咱人看见讲，一年一年拢有无共款，上帝的工人受栽培，来完成学业，进入到即个上帝的教会伫遐来牧养。事实吼，新人医的训练其实就是基础尔。一个牧者的养成，实在是点点滴滴吼，算袂了。正正真看见伊的认真吼，伊以前吼较少咧讲台语呢，拢是因即运会人拢讲华语啊，所以会当用台语讲到吼。实在是不得了吼！所以咱为着伊继续祈祷，互伊后来进入伫教会牧会吼。咱因为讲华语是足自然的，但是呐，对长辈拢爱讲台语吼。所以这实在是真无简单。愿主继续引带伊头前的脚步。这时咱要来吟首圣诗来回应，然后来作为祈祷。吟首诗是即个。548首，548首，我是为基督，咱一个吟，咱做来吟。我是为基督，是的你也有福，我的心帮助的国。做你真正老婆，无论体会本事，也是尊贵富足，拢献何主，做你祈求，做主路永固固，无论困苦要过。是有问烦恼，也为着主真难传播，也献起基隆无，为主百姓一个，好大真正无罪，真正高兴拢无放弃。为主拼命到位。下面是咱讲道的时间，第一项，咱来为着主所设立，也是咱台湾头一间大学——台南新人医，今年已经150年啊，吼，但是真无简单。愿主亲自引带带领，这间学院
所造就出来上帝工人，伫世界各地、伫台湾各地，为主发光，为主来做工，荣耀主的名，传福音、讲传，侪人来认捌主。这是做新人院栽培工人的责任。咱也为着咱的新学生整正，伊伫过几个月就要对学校来毕业，进入到伫上帝派的工程，求主互伊有对主来的坚强信心较勇气，服侍主无亚线。正如这首诗歌所讲的，我是为基督，有真侪困苦、忧饿、忧闷、烦恼，但是为着主来尽力传播，亚线失志拢无。这是牧者的心志啦，吼！人拢会拄着艰难，但是为主做工，无迄个失志的理由，是有主的圣心做工。第二，咱为着咱的教会感谢主，吼！咱顶礼拜有举行这个小组事工研讨会，非常的顺利成功，这是上帝的恩典。咱为着这服侍过来咱要推展的圣工有几啊项。50几年的圣工会当大大荣耀主来祈祷，求主亲自来陪伴，也互咱大家欢喜参与造就栽培。第三，咱特别为着咱的教会拄着病痛软弱，伫厝内咧静养，也是拄着死失亲人的家庭，求主安慰扶持。特别咱也为着咱教会也有上帝赏赐新的细囝伫即个家庭的，为着因献上感恩。特别你为着家己所疼的亲人祈祷，因为主要通过你的代祷来看见上帝的恩典，施落伫咱家庭、亲人、家己的中间。咱同心为着这件事，用细声也是静默，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上帝感谢你，阮大家保守圣心做康希文书福音传，保守阮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疼痛，大大施恩伫阮中间。主阮将真正交托主，叫你亲自使，互伊智慧开达，认真学习的心，无受挫折，欢喜为主做工，也为着新人伊才会将这工人大得到发展，侪人欢喜受造就。被上帝，阮为着教会圣工50几年，所有的工祈祷，求你保守一切拢顺遂。阮也为着阮病痛兄弟有拄着死失的亲人家庭特别为着阮有主你赏赐细囝伫这个家庭的，我献上感谢，是阮祝福，感谢你恩待甲保守。亲爱主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3.5分通过主你的话来得到勉励。阮为着你所呼召正新学生准备要毕业，进入到伫上帝所派的工程来祈祷。上帝，你赐伊有你对来迄个服侍心志、恩典、恩膏祝福，大大开力，甲伊三甲同在。互伊无论到什么所在，上帝恩、上帝智慧甲能力，拢甲伊照伴。主，阮也为着台南新人院即间上帝所设立的学校，主你亲自恩待，或者的教职员，或者的工作人员，因的服侍，真正能造就每一年对学校毕业的学生，会当大大互主所使用，伫各地、各所在，高举主你的十字架，宣扬你的福音，引带侪侪的人信主，拯救侪侪的灵魂。主求你互即间学校的经营无拄着欠缺，无拄着不足，会当大大发挥上帝你所差派的工，也有真侪的优秀的青年欢喜进入到新人院受造就，来诚侪主你所差派的勇士，伫逐个所在为主做见证。阮也将教会阮所推动50几年各种的造就的事工研讨会交托主。阮为着顶礼拜所举行的小组事工顺速完成，来感谢主。也搁未来，阮有圣歌队的观摩，有祈祷事工的操练，也有敬拜赞美的操练。上帝你拢亲自陪伴，阮各项的筹备拢顺遂。主阮也要迎接后礼拜的受难周，阮有要小招做伙来静默灵修，也要做伙来伫主受难的日来举行即个纪念的礼拜。愿主拢陪伴，互阮兄弟会当伫受难周的时阵，安静阮的心来思考主为着阮受苦，安怎互即个世界因为主你的救恩，人通得到得救的盼望，
爸上帝，阮也求你带领教会，保守有病痛兄弟，有家庭亲人死失的家庭，求你拢施落你的安慰、扶持、甲医治，也为着教会兄弟有细囝上帝赏赐，求你也祝福伫即个家，互家庭充满着主你的荣耀、甲疼、甲保守。我来将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遮敬拜，逐个人拢有主你圣神的恩典甲启示，祝福满满。阮来遮做礼拜，定心激励着换心阮的心智，激励阮的心神，互阮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感谢你，互阮做伙伫遮组织敬拜，愿你的平安，甲每一位三个弟弟，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咱个时间交互师会。这时，请咱三甲来奉献。这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先做办，所以即卖要先颁发奖学金，好诶。好，安尼先请牧师来主持咱即要颁发这学期的奖学金。好，各位兄弟，咱伫报告进行先来做颁奖，因为咱即个时间会减较歹窒，搁咱小朋友已经准备好啊吼。咱这边咱这个奖学金有新的制度开始咱今年呢，咱的颁奖有特别的无共款，亲像咱这个主日乐较早咱无啦，国中以上的今年有主日乐而且主日乐有3种奖，一种是智慧出色，第二是灵修的属灵的生活，第三就是学业的成绩搁有国中嘛共款，教育研究所。所以即阵我要请咱的即个秋怡长老来做主持来先来颁国小的部分，搁来遮国中的来，请麦克互伊来。咱小朋友叫着你的名，大声喊哟哦，他知影你上哦，好不好？小朋友要喊哟，好不好？等一下叫到名字。好，
咱请玉峰校长，咱也使把小朋友抓过来。你叫名字没关系啊，这样跑出来。我开始，因咧排练的时阵，我就开始来唱名哈。这囡仔呢，我们今年呢，因的鼓励，因的奖学金呢有3种，有的囡仔会得到3种，有的人是摕到2种，有人是1种。我在读因的名的时阵，我会先煞甲大家宣布讲，伊得到几项奖咱甲邀请牧师来替他们颁奖，颁这个奖学金哦，好，来，你开始念不要紧。咱这小朋友有的3种拢有得到就对啦，自会啦、灵修啦，搁学业的咱要做一遍班，安尼较节省时间。咱请好，迄个邱会长老来主持来。好，咱请牧师来替我们颁奖啊！第一位杨敏妍，他得到聚会出席奖、属灵生活奖、学业成绩奖。好，第二位李静心。好，他也得到3个奖，聚会出席、属灵生活、学业成绩奖。来，接下来是许祥一，他得到了聚会出席奖跟学业成绩奖。好，再来是戴允赞，得到的是聚会出席奖、学业成绩奖。接下来是许一乔，聚会出席奖、学业成绩奖。来，再下一位是杨凯琪，他得到的是聚会出席奖、学业成绩奖。好，接下来是洪伟伦，得到学业成绩奖。洪承恩，学业成绩奖。杨颂约，学业成绩奖。杨凯乐，聚会出席奖、属灵生活奖、学业成绩奖。陈信恩，聚会出席奖、属灵生活以及学业成绩奖。好，我们现在要拍个大合照哈。好，来，我们站过去哦，站过去牧师那边哦，来，我们的校长，玉峰校长。好，一起照相哦，好，口罩要拿下来一下，让我们看到你。我们靠近好不好？好，来，看前面哦。好，小朋友站不站？比站，比站好不好？校长来看这边，1、2、3。好，拍手，拍手，好，小朋友们请回座哈。好，接下来我们是提莫泰牧区的年轻人，我们也请你们站到前面来。提莫泰，提莫泰。来，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来，年轻人，赶快帮忙，动作快一点。好。来，那我们一样哈，我们按照这个大家站的顺序，我们可能请大家稍微调好调名字哦哈，那再麻烦慧琪指示好。王志恩，来志恩，哇，3种。好，志恩得到的是聚会出席奖、教会生活奖、学业成绩奖。好，专安得到的是教会生活奖、学业成绩奖。宋典。好，宋典得到学业成绩奖。好，那对。还没有，好，延新教会生活奖。好，新凯聚会出席奖、教会生活奖、学业成绩奖。好。桂红。诚心。桂红桂雪。诚心呢？今天没到。好。在最下面。桂红桂雪在最下面。对。来，有桂红，桂红在哪边？来，在这里。好，桂红得到教会生活奖、学业成绩奖。好，桂璇教会生活奖，迪佳学业成绩奖。好，再来是恩琪。好，学业成绩奖。好。
咱吼还佫有第二部分的颁奖哦吼。啊那呢，就是讲咱去年吼，咱有举办即个抄圣经、读圣经，啊佫背金句吼。啊，足侪兄弟，你看名单吼，伫第九页，哇，几几百个、百几个吼。啊，咱无法度一个一个叫名啦，啊要代表，啊我来念一个，啊请有来的人来出席吼。就是讲抄圣经要请石娟，就小关请姊妹来头前来。啊，读圣经的是1年读经、2年读经的代表叶山林执事，啊，第三个背金句的是胡泽龙执事代表，3位请来。好，啊，咱有迄个代表奖品啦吼，代表就3分，一人1分来。咱这边吼参加是迄个公报社吼抄圣经，全台湾的教会，咱富强教会拢总41个，甲路加写好，啊写了，啊所以是第1名，啊所以吼嘛颁一个锦旗啦，哦，啊这锦旗吼，啊咱要请咱的教育这个团队的会旗执事代表来领奖安尼吼，代表吼啊真好，感谢主来。本月金句，请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金句，请。到现在，你毋捌奉我名求什么，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来过一摆。到现在，恁也毋捌奉我名求什么，恁着求就会得到，通互恁的欢喜满满。约翰福音16章24节，感谢主。这时我来报告，咱看后一礼拜的这个事奉当中，主礼是夏牧师，司会是德营执事。咱看第4页，集体交通。第1点，本主日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搁一摆欢迎，赶紧咱的新学生进前代表新学院前来请安，请咱继续会当为着上帝学校做伙来关心代祷佮奉献。咱看第2点，本会定伫下主日4月，毋是下主日是4月初5的过活节的主日，要举行圣餐的洗礼式，欢迎有备办心要来受洗礼，或者是这个人会当来自即礼拜来完成咱的报名。咱看第3点，本周是四旬节的大斋祭期第5主日，为着要纪念基督受难的受难周的节期，是教会重要的节期。今年的受难周是对中秋节日3月29开始到4月初4，所以要请兄弟咱来备办心来迎接受难周的到这个过活节的节期。教会伫受难周的特别聚会是定伫4月初3拜5暗时8点到10点，地点是伫咱4楼的敬拜中心。咱的礼拜天请咱会当备办心来参加。咱看第7点，欢喜的消息。本会硕文执事甲瑞玲组长因伫拜3因的大汉新妇甲后生感谢主赏赐一对龙凤胎顶礼拜的司会时才咧报告尔吼，拜3就来报道感谢上帝赏赐美好的产业，稳定满满哦，祝因会当平安快乐来长大。咱看富强教会50禧年的庆典时间。第2点，本会要定伫4月26号。主日来举办
富强教会50禧年建造复兴研讨会的系列第3就是咱的这个圣歌队的诗歌观摩会。咱总共有邀请6间教会，包含咱家己的教会有后架、东门讲唔对啊，有玉井教会、东门教会、东联教会、太平境跟南门教会，还有咱家己富强教会，总共有6间教会的圣歌队要来伫咱的富强教会来举行这个诗歌的观摩会，所以要邀请咱的兄弟会当甲即日一定会记哩哦。礼拜了，你就食饭饱就准备留落来，咱对1:30一直到5点。咱嘛有邀请金希文教授，伊有一个演讲分享。李建一老师针对这个合唱甲指挥的指导，所以4月26号主日下晡1:30，咱会记这时间做伙来踊跃参与。好，咱看门徒事工培育。咱这期富强教会的这个门徒学校第2期已经伫顶礼拜来开始，所以你若还未报名，还是讲你有打算要来上课的，即摆也会当搁继续报名，请咱对这个办公室这边来登记。第2点，咱有这个罗马书的研读的密集课程，咱是和这个咱的附近德公教会合作的，所以咱是定伫5月初9拜6早起。9:20到12点，第1届的上课是伫咱富强教会所以你会当，你若有兴趣要来参与这个课程，你会当扫这个 QR code， 就会当先来线顶做报名。线接的5月23到5月30是伫德公教会来上课，所以咱会当邀请咱所有兄弟，若是对读经对罗马书你望有搁较侪的学习，会当来注意这个上课的时间。咱看第3点，咱教会有办一个华人科学甲信用的研讨会，是伫5月30拜6的早起，游园会当扫这个 QR code 来进行报名。地点是伫咱的教会来举行。第4点，哀伤陪伴课程甲婚姻关怀的消息。第1点，哀伤陪伴课程第18期咱要定伫4月13。开始有13礼拜的线顶课程如果你的身边你知影有人失去亲人被迫艰苦咱有这个课程，会当甲伊邀请做伙伫线顶来上这个课程，或者是伫婚姻拄到挑战游园会当透过这个课程来得到一寡帮助甲支持，咱会当来伫咱教会有真侪真好的课程，会当来分享互咱的朋友。线接奉献的部分，如果有出入，请咱家己来看。若有问题，会当用咱的财务人员来做更正。以上报告，请牧师来做补充。好，我来做介绍，有一位新朋友来咱中间这位叫做陈文英姊妹，文英姐有伫遮无？文英姐妹，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伊住伫归仁啦，住伫归仁的所在，欢迎你，常常来，多谢，请坐。时间拄啊，啉牧师来过几项的提醒的部分啦咱请同工甲迄个投影片原来投影片秀出来有几项的提醒咱周报内底头一项就是咱的即个洗礼式咱已经报名5位啦今年报名5位咱请遮个要大人洗礼的兄弟准备要来上课咱会安排两礼拜的时间的上课第2是甲咱提醒，就是讲咱受难周后礼拜就开始对3月29开始咱拢会邀请咱兄弟备办心其中有一项可能大家较无咧注意啦，意思讲受难周迄天咱是咧思念耶稣的受苦所以迄礼拜恁厝里迄个足红的衫足花的衫暂时收起来。穿较素的，安尼听有无？意思讲，咱用穿较素的衫、较暗色的衫来纪念耶稣的受苦。毋是敢若安尼啦，听迄礼拜咱注意看周报安尼写就是讲，咱伫即个受难周的拜1到拜4，咱有增加一个叫做早起的灵修祈祷会，灵修祈祷会、默想祈祷会。咱6点就要开始，到差不多50分就好，50分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备办心，因为咱真早所以爱准备，想要甲咱准备早顿。所以你有想要参加，你请
甲你的小组长讲，也是伫咱楼骹的办公室签名。你若讲我都要参加，无爱食早起，你嘛讲不用早餐安尼。若无写，就是要甲你准备哦吼。鼓励咱大家，今年咱试办的带导团队试办的，就是早起4日的早起。第5日就是拜5耶稣受苦的日吼。受定的日，咱要举行暗时的即个礼拜即个受难日的礼拜，就是再书十诫7言，耶稣伫十字架顶所讲的7句话来思考耶稣的受苦吼。咱请转回去我们的投影片，就好。原来的投影片。搁一项吼，咱过偌济要到4月初5要到吼。4月初5要到，咱的即个以赛亚牧区拢会准备迄个过偌济红卵啦吼。因为咱迄个红卵吼，礼拜日本是足单纯啦，但是咱有几来单位吼是无伫礼拜日的，搁无伫共即个礼拜2天，咱有主日学，有音乐班，有咱的即个书法班，也是讲双年吼。即嘛是安尼，因为咱遮毋知拢你几个人要摕即个卵咧吼，所以请会记得，咱除了主日的以外，遐个单位有需要红卵的，请你来登记，甲咱的办公室登记。安尼咱的以赛亚牧区才知影讲，拢爱加煮几粒的卵，通互你有够用哦吼。若无登记吼，搁来摕，若礼拜日无够本，就较歹势啊。咱主要是用礼拜日为主啦，但是咱有讲加增加吼，咱其他的单位安尼吼，请大家准备哦。即礼拜都爱登记啊，因为咱后礼拜就要开始买卵啊，迄卵有一年吼，改成卵买袂着咧吼。即嘛是应该较无问题，但是爱准备就对啦吼。好有一两项的补充报告，毋知投影片有伫咧无？好来。咱有一个真感谢主的消息啦就是讲，咱教会为着迎至50禧年咱现在这台钢琴虽然也会用但是咱当初献堂的时阵是二手的，人奉献的咱听是听袂出来，但是这音乐的老师伊听起来讲，拢用旧迄音色袂出来，所以咱教会就决定也要伫即个月通买一只新的正港新的，搁是手工的钢琴，这是卡哇伊的买入来。咱也通配合50禧年，搁有即个过偌济，搁有圣歌队的即个观摩咱小会是讲安尼啦，咱教会有迄个有备的经费预算，但是咱讲这是一个纪念的钢琴啦咱嘛欢迎兄弟你若有感动讲即台钢琴我要有份，你会当参加奉献啦咱的即只的贵价格是132万，看起来敢足多毋得一只车的钱尔啦，一只9人座的车的钱，这是咱用足侪档的历史足久，咱毋茫讲诚侪咱教会音乐上会当搁较进步，搁较进展。若较顺兄弟你讲即台钢琴我嘛要有份，欢迎咱会当写名写讲我要为着即个钢琴来做奉献咱也为着圣歌队搁遮个音乐的熟悉领受祝福来祈祷搁来就是讲咱有遮个这拢有报告过就是咱4月11嘛是过偌济过咱有像旧年共款要请到即个吴宪章博士来举办一个圣经的培灵会，伊即届要讲的是讲约伯记。约伯安怎拄着艰难搁浅的日子？伫4月11日拜六早起9点到12点。咱上年为着要参加因暂停聚会呢，上年要来参加即个演讲，总是咱足认真咧研究圣经、读圣经，欢迎大家勇敢踊跃来参加来报名，因来报名准备你的资料所以请你甲办公室报名，甲咱的主任甲咱的即个小组长报名好，咱阁有一个会是较慢毋过互咱知影5月16，咱要办祈祷事工研讨会嘛，请大家准备心来参加。咱教会即个祈祷事工的产业非常的受祝福。咱进前即个就是4月26是圣歌队观摩，5月16是祈祷事工研讨会
欢迎咱大家准备心来参加安尼，才有几来主题真好啊吼。好其他的消息咱有一个报告啦就是讲咱教会即个颜志林兄弟伊的爸爸颜幸福老先生伫3月12来安息。伊的家庭是未信者的家庭，已经伫昨昏举行告别式啊佮另外，咱佮一两项提醒，后礼拜咱要举行异地祈祷的时间欢迎大家兄弟准备心来接受祝福。佮另外，咱即礼拜拜六就是28号啦拜六暗咱有一个第3场的礼拜，就是拜六的礼拜。兄弟姊妹，你若时间讲礼拜日袂当，我来参加拜六的礼拜伫7点伫地下室的所在。佮另外，咱中会台南基督教望园伊拢伫即个受难周的尾仔日，就是拜六4月初4伫迄个基督教望园有举办迄个圣亡礼拜。那你的亲人先人有伫遐安葬的，要去参加，你照即个时间拜六下晡3点，4月初4拜六下晡3点，伫即个望园的所在。基督教望园伊嘛对即个时代啦有开拓一个区。都是要互人做执葬的，若有亲人要使用执葬，咱基督教望园嘛要提供即个对4月初4就开始安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咱多谢，咱就请佮结束，谢谢。上营做伙来吟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后请夏牧师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主甲我带个保护，我眼天谦卑是正，赞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吹引带是迷人，这是我人生迫切愿望。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赞，甲咱众大家三甲同在，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密道来避讳。咱第一礼堂的聚会到这结束，请咱互相请安，问好。